家好，我是粤剧演员孟在平，我是粤剧演员王文波，很开心这次携我的搭档孟在平老师参加元宵晚会的活动。这次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是《卖油郎中的钟情》。孟老师，我今天很开心啊，欢迎你来我们粤美泰州做客。谢谢谢谢。那现在你们俩多少年没演了？是不是？ 5年应该有嘞。差不多的。孟老师说，《卖油郎》是你们两个合作蛮久的一个作品，也已经5年没演了。那你想到选这个选段的这个理由是什么？第一就是因观众的要求呼声比较高，比方说我请孟老师的话，你们会喜欢哪一段戏？那么他们首选的钟情，元宵节嘛，那我觉得，这个喜庆，第一是喜庆哈，过年过节的大家，对吧？然后钟情嘛，我们2个人的唱腔是环环相扣的，就是你会听得让人就是好像对话一样的，那种聊天比较平和。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多多关注粤美台州这个平台，来观看我们的元宵晚会《卖油郎中的钟情》，也多多支持我跟孟老师，谢谢你们哦。好赞啊！对，来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啊，先坐一下。好，对。终于上电视了，我要上电视。老孟，你呢？什么感觉？不也得了。粤美台州元宵晚会等你来看。也不来烧酒。
了风尘一度年，到今沧桑与谁？今见那府上哭丧谁去？今见那王孙公子家风流，是这光。人破男儿几时有？是这般正是君子思君呀。只见他心慌人，不愿我思着情中是长夜跳大海，难免家贫从别关望秋，多少家女也是过不平世间，谁不能愿意为亲儿女子都要一张谁同志大方儿，为什么我始终遇见发为儿，却被那雨情是娘心的。哎呀呀，敬重啊，敬重！想想一个美郎，非芳之相不可有，不可有。美郎，我问你，假如此路可远，就在府兵下看。我问你，家中万一甚之故？父母丧亲多无忧，再问你，今年年纪有几岁呀21岁当少后。我再问你，可否成婚有配家贫上里相随他那里忙也去忙开门，我怎可忙出啥忙来有？那一晚我拾了银子无所得，今日里大好时机去莫得。花贝姑娘，我望你祖居出上在何里？爹娘成为桃花醉。他是别了人士，原来我们是同乡。同乡啊，在望了张为临安时情了。独自为衣裳转来无领头，妇女讨奶早13，天南地北过
本尊，有骗子被挂名，从此沦落在青楼。我追房里对的父亲名我姓，他叫姓左，姓啥？我生是一乡排郎君弟弟呀。你原名可叫邢小姐，我是叫小青。好，找到了。